睇緊呢條片嘅，你可能有用 IG 去做生意啊，你都會留意到咧，其實呢排好似越嚟越難做。其實咧，嗰啲曝光率啊，嗰啲演算法啊，係咁更新啦，嗰啲 reach 又好似低咗好多啦，好似咧出好多 post 啊，出好多 reels 啊，跟住追好多爆款咧，都冇人去見到你嘅存在，都冇人認識到你個品牌咧，都冇生意翻到嚟嘅。咁可能你咧即係會覺得咧，成日要拍 reels 啊，要追爆款啊，追 reels 啊，你以為咧出 fast 有嗰啲流量密碼啦，即係你聽人講，跟住又嘗試跟佢做啦，聽嗰啲即係個人 IP 導師去講啦，聽一啲做廣告嘅人咧同你講啲即係設定好複雜啊，嗶哩吧啦咁樣啦，你成日以為要好有創意、好爆先至有客啦。咁其實唔係嘅，或者你覺得咧演算法咧個機制好複雜啦，跟住覺得要即係去研究咁樣啦。其實咧呢條片咧，我會咧用5部曲去拆解咧，過往我幫所有嘅店主咧都係咁樣做嘅，即係拆解嗰啲曝光率同埋演算法嘅問題啦。咁希望咧幫大家嘅銷售咧增加到3倍以上。咁點解我有信心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啦？咁首先咧，其實咧我自己啦，我叫做阿希啦，其實我多次咁樣咧去創業成功啦，我現時嘅月盈利咧係穩定10萬蚊以上嘅。幫超過時候嘅老闆咧變咗超過300萬啦，有好多咧喺一個星期內咧已經極速啟動新業務啦。當中係唔需要用嗰啲好複雜嘅方法，譬如話咩拍 reels 啊、個人 IP 啊、SEO 啊、複雜營銷漏斗啊，甚至乎唔使靠 Facebook 廣告嘅。咁呢條片咧，我會公開5個嘅 key step 啦，就係咧關於觸及率啊，關於廣告成本啊，即係關於咧啲人 DM 問嘢啊，關於咧 story 啊，即係點樣出啊等等啦。咁當中咧第4同5咧係我覺得最緊要，咁所以咧一定要咧睇到呢條片嘅最後咧，先至咧帶到最大嘅價值俾你。咁我學識咗呢一啲嘅方法之後咧，係令到我咧唔需要再咁辛苦咁喺度日更啊，唔需要更新啦，唔需要成日咧開個 dashboard 出嚟望下，多咗幾多 follow 啊，唔需要咧成日去 check 有冇人 DM 我咧，因為咧實在太多人 DM 我啦，亦都咧令我真正咧可以享受個生活啦，同埋咧被動咁樣用廣告幫我達到生意增長嘅。其實咧我26歲咧已經裸辭咗，今年我27啦。咁裸辭咗之後咧，我去日本旅居咗一段時間嘅，呢一啲咧係我喺瀨戶內海嗰度影嘅相啦，唔知你知唔知咩嚟啦？咁當中咧，我係即係嗰段時間就係咁去唔同嘅島嗰度 explore 啦，去睇自然風景啦。咁我其實 hea 咗好多嘅，咁但係咧，因為我識得用廣告啦，我嘅收入咧係不跌反升。咁希望咧，即係呢條片咧會啟發到大家，或者咧真係咧學到啲有用嘅資訊啦，學到一啲有用嘅技巧，真係去實行嘅。咁咧，我會公開埋一啲 step by step 啦，真係點樣落去做啦，點樣去寫嗰啲文案啦，即係咧話俾你聽咧，其實咧一個公式化咧，一個我驗證咗唔同行業、唔同老闆嘅業務之後咧，我得到出嚟嘅結論，我會話晒俾大家聽，希望真係幫到大家，唔係一啲好行嘅嘢嚟嘅，放心，真係咧有一啲 actionable items 俾大家去做。咁第一個咧最常見問題咧，觸及率好低嘅，即係咧話啊，好多人咧。即係揾我做諮詢嗰陣就話咧，哎呀希啊，呢排咧出好多 post，但係咧唔夠人認識我個 page，或者唔夠多人知道我品牌。咁其實咧，我會想講咧，呢一個咧係一個正常現象嚟，因為而家咧2025年咧太容易做到內容啦，即係個量咧已經唔夠去取勝啦。以往 run IG shop 嗰陣啦，可能你出幾個 post 加幾個 hashtag，跟住咧就有人去查詢㗎啦。而家咧完全唔得嘅，即係咧太多 AI 啊，太多咧即係咧點樣去到即係日更啊，太多人咧太大競爭啦咁樣啦。咁咧同埋個演算法成日會變啦，即係2025年啦，好多人話，今年咧又有新嘅改變，聽下 IGCO 點樣講先。好多人咧都仲係用緊呢個 mindset 嘅，唔知點解，即係教你用 IG 創業嗰啲人咧，都成日喺度追住 IGCO 講啲咩咧。其實我從來冇理過，但係咧我嘅生意咧都係節節上升嘅。點解咧？我之後會公開即係嗰個秘訣喺邊度啦。咁咧，其實咧有一個通則啦，任何平台都係㗎。你更新得越頻密咧，個演算法對你越好。咁好多人都知呢一個嘅，即係尤其你玩咗 IG 一段時間，你都知㗎，係啦，即係係人都知嘅。咁係咪咁容易做到咧？好多人咧都齋靠自然流量啦，即係啲 organic reach 啦，跟住咧個更新又唔夠頻密，又唔去落 ad 喎，即係連8蚊都唔用啦咁樣。咁咧到最後咧個曝光率就低到可能得百幾個 views 啊，或者咧千幾個 views 啊，每個 post 咁樣就浪費咗好嘅內容啦。咁咧好多人咧又或者咧成日夢想咧想追求爆款啦，但係冇好 systematic，冇用一個系統去放大自己嘅內容，導致咧你要好俾心機plan 咗好耐，做咗好耐 research 去出一個 post 啦，你擺好多價值落去啦，但係咧
到最後都唔夠流量翻嚟轉化嗰啲客戶，其實係嘥咗自己嘅努力嘅。我好明嘅，呢個曾經都係咁啦。咁後來咧我就發現咗一個方法，令到我更加輕鬆啦。咁有兩個方法，第一咧就係咧你繼續日更啦，你係咁喺度研究嗰啲爆款歐指啊，係咁喺度寫啲即係好爆嘅文案啊，緊貼時事考創意啊咁樣啦。咁呢個咧絕對係辛苦同埋疲累嘅。咁有一個輕鬆簡單嘅方法就係咧，你真係有內容策略，你每個 post 你出之前都諗一諗，其實你嗰個 intention 係乜嘢，你呢個 post 想做到咩嘅效果，然之後咧你就用8蚊去不斷咁複製你嘅成功，就係咁簡單嘅啫。我自己咧，其實你見到 IG page 好簡單，得幾個 post 嘅啫。我只需要咧用8蚊咧全部投放晒落嚟啦，每個嗰個 cost per link click 咧，即係嗰個每次連結點擊個成本係好低嘅，你見到1蚊左右嘅啫。咁我咪繼續 run 咯，好簡單，唔需要過分解釋。呢個就係我嘅策略啦。咁我做任何生意都係咁啦，好被動嘅，即係咧啲 post 好咗 run 啦，8蚊廣告搞掂咁樣。咁咧呢度教大家一招咧，就係咧精準流量放大器，咩意思咧？呢個咧好啱咧，已經 run IG run 咗一排嘅朋友仔用嘅。就係如果你已經出咗5-6個 post 啊，咁咧你會有比較，就係咧你要 review 下咧你以往嘅內容啦，你嘅 post 又好，你嘅 reels 又好，你唔該咧唔好齋睇個 view 數，唔好齋睇瀏覽量，你要睇下咧有幾多人儲存咗同埋分享俾朋友 save 同埋 share。好似呢個 post 咁啊，你會見到咧有129個人 save 低咗，即係啲人靜靜雞咧睇完之後覺得喂有啲用喎，咁咪 save 低佢咯。咁之後咧再攞出嚟睇，或者咧你會見到咧，有37個人 share 咗，就係覺得有共鳴咧 share 俾朋友睇，呢啲咧都係反映咧共鳴感嘅。唔該你咧呢條片之後咧，你唔需要即刻做嘅，係啦，你睇晒成條片啦，因為好有價值嘅。咁你睇晒條片之後咧，你可以咧揾表現最好嘅1至2個 post，然之後你做咩？你就係咧落8蚊廣告，觸及更加多嘅受眾啊。同埋咧呢度有個 tips 嘅，就係咧唔該你將 caption 加入一啲精準嘅關鍵字，咩意思咧？就係咧。假設你係賣護膚品先算啦，唔該你講多啲咧，譬如話係咪有暗瘡啊，係咪油性肌膚啊，係咪幾多幾多歲嘅女士啊，跟住咧係咪咧想皮膚變得光滑啊？呢一啲嘅精準關鍵字全部都係關你個行業事。呢個點解咧？就因為你落廣告，就算你8蚊嗰陣咧，其實佢都可以做到好精準，就係因為咧你加晒關鍵字，話俾廣告聽，究竟想呢個廣告觸及到咩嘅人，你要清楚咁同廣告講聲嘅，就係喺個 caption 嗰度打晒啲字。咁廣告目標啦，就係咧揀 fit your profile。點解咧？真會解釋多啲嘅，就係咧佢今天咧睇完你廣告未必即刻俾錢嘅，但係咧佢會了解下嘅，即係咧佢會入你嗰個 profile 嗰度咧睇下你咩料，跟住咧長嚟講 follow 你啦，跟住咧有啲人睇完你嗰幾個 post 啊，一啲強嘅內容之後咧，尤其你已經出咗一集 post 啊嘛，咁你睇完之後咧，佢就有機會咧直接幫襯你嘅。好多咧我合作嘅店主啦，其實咧落完廣告之後咧，好快就有生意翻，個原因就係因為咁樣啦，係啦。咁呢個目標咧就係將你其實已經寫好嘅內容就唔好嘥咗佢。好多人咧寫一次內容咪有一次機會咯，好似抽獎咁，睇下中唔中爆款咯。咁但係咧我嘅 mindset 唔係咁嘅，我寫一次嘅內容咧，我要無限次機會。我無限次機會點樣嚟咧？就係每日俾8蚊咯，每日都有新嘅人見到咯，所以好被動嘅。即係你見到我好少去 update 自己個 IG 嘅，就係比較懶人嘅方式啦，亦都係輕鬆啦，可以即係周圍去旅行啊，享受生活嘅方式嚟嘅。第二大問題啦。廣告成本高呢一個咧，好多咧落過廣告嘅人都有共鳴啊，就係咧可能你落緊40-50蚊廣告啦，跟住冇反應啦，落到400-500蚊啦，終於有人查詢啦，然之後咧發現咧係唔賺錢嘅，因為你個廣告成本太高啦。咁咧有2個指標可以睇嘅，點樣判斷客觀咁樣用數據話俾你聽點樣做人咧？點樣 run IG 啊，或者即係 cost per profile visit 呢一個咧叫做每次檔案瀏覽成本啦，中文應該係 OK。你見到咧7毫子。7毫子係唔錯㗎啦，係好平嘅，即係以我同咁多人合作嚟講啦，好多人咧揾我嗰陣咧都係3蚊、2-3蚊咧、3-4蚊咁樣。點解你個廣告會咁貴啊？點解咁貴先有一個人點擊啊？就因為廣告唔夠吸引，過分 hard sell 啊！即係咧大部分人 run 佢個 page 都會 post 佢嘅產品、post 佢嘅作品出嚟，因為佢覺得咧可能佢賣嘅頸鏈好靚啦，或者咧佢嘅女裝好靚啦，你齋 post 嗰個產品已經吸引到你嘅受眾。其實係唔啱嘅，因為咧大部分人咧 IG 咧都唔係攞嚟購物嘅，係啦，即係咧大家碌 IG 都係冇乜目的啦，可能娛樂啦，可能睇下教育嘢啦，好少人咧特登開個 IG 就係，哇今日我過馬路想碌個 IG，等我買下嘢先咁樣，好少嘅，即係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會啦，係咪先？都要代入喺
正常人嘅角度咁樣點樣去思考咧？點樣去即係有共鳴咧？就係咧，你要明白啊，你要寫啲真正吸引到人啊，真正有價值、說服力強嘅廣告。而呢一啲廣告咧，好多時咧都睇唔出係一個廣告嚟。其實咧，我成個 page 全部都係廣告嚟，但係咧我包裝到佢咧，我真係會教大家點樣廣告包裝啊，點樣有共鳴啊，包裝到有共鳴，係令到真係有價值，即係幫到你，你咪自然會諗。佢唔係幫襯我咯，咁樣我唔需要 hard sell 嘅，係啊，唔需要喺度講自己服務 B B 巴拉嗰啲嘢嘅，好少嘅你會發覺。咁成效指標啦，呢個你 mark 低嘅，係啦，呢個係即係驗證過㗎啦，好少人會咁樣去講，因為佢哋我都唔話其他即係教人揾 IG 嘅人啦，咁但係咧佢哋真係冇乜留意啲數據嘅，可能係啦，咁就好籠統啦。咁但係咧我好話俾你聽咧，出色嘅廣告係5毫子去到1個半左右啦。呢個係成效指標嚟，你必須要做廣告做到咁樣嘅程度，你先真正可以賠大嘅生意。如果唔係咧，個廣告成本都太貴啦。如果你個廣告咧係貴過2個半嘅話咧，證明咧你個廣告係寫得唔好嘅，係證明太 hard sell 或者 hit 唔中某一啲嘅痛點啊等等嘅。第三就係 cost per follower。第二同第三有咩分別咧？第二就係純粹咧，你會見到有冇人點擊你嘅廣告啦。第三咧就係你成個 page 個定位係咪有價值，係咪真係有人對你嗰樣嘢有興趣？就係睇到咧 cost per follower 點樣做咧係要自己計嘅。OK，咁呢度我計一計啦。我譬如呢個廣告用咗1160蚊啦，咁最後咧帶咗103個 follower，咁你就除一除咯，160再除103係幾多啊？咁咪10蚊雞左右咯。咁其實咧呢一個並唔係最好嘅廣告，我特登攞個即係 average 少少啦，咁樣分享俾大家睇啦。咁咧其實咧一個 OK 嘅廣告咧係 cost per follower 咧應該係6至12蚊左右嘅。我呢排有啲新嘅策略啦，我就唔喺呢條片嗰度講晒啦。咁但係新嘅策略令到我咧可以3、4蚊左右咧平均咧就一個新嘅 follower 啦。咁樣係一個好出色嘅廣告嚟嘅咁樣。咁大家即係基本上你做起碼咧6至12蚊咧追盡㗎啦。如果你30蚊先有一個 follower 咧，唔該真係唔好再落廣告住，你真係要 review 下你點樣寫翻好你嗰啲內容先咁樣啦。咁 cost per follower 有咩影響到呢個數或者點樣改善咧？即係咧，除咗話頭先寫有共鳴啦，另外咧，我有另一條片都有講嘅。咁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再睇埋就 OK 啦。咁我喺 YouTube channel 有講，就係咧，你成個 IG profile 點樣設置啦，然之後咧點樣有啲價值俾到人，點樣話俾人聽你精準定位等等啦。呢啲咧你睇完條片先再睇都 OK 嘅。咁我下邊咧會公開一個公式嘅。咁我呢度講埋咧，其實咧一般人嘅 IG 就係咧，即係如果你唔識點樣設置嘅話咧。咁就算佢撳入你個廣告之後，佢都唔會 follow 你嘅，因為咧大部分人咧都係資訊雜亂啊，冇重點啊，即係亂咁出 post 啊咁樣。一個真正 structure 嘅 IG 銷售頁咧，係淨係顯示咧啲有助銷售嘅內容啦。然之後咧，你可以用廣告輕鬆回本盈利，因為咧你想象下，佢 click 咗入你個 profile 之後咧，睇完之後說服咗，咪埋單咯，不斷咁樣重複呢個過程就 OK 㗎啦，係唔需要太複雜嘅。咁你會見到咧，我而家有869個 follower 啦，其實咧好可能咧，你1個月後睇呢條片咧，我已經過千 follower 啦，因為我知道咧我嘅廣告一直去落啦，然之後咧不斷有人用好低成本就變成我 follower，咁我梗係繼續做啦，我即係計翻我係即係幾十倍、幾百100倍嘅回報都有嘅試過咁樣啦，咁我梗係繼續落啦咁樣，咁就係咁簡單，你要 optimize 呢2個嘅指標啦，你就係即係唔單止廣告吸引人去點擊啦，點擊完之後咧，你成個 page 嘅設置咧係要令到人 follow 你嘅。甚至乎你嗰個文案寫得好咧，佢睇完你個 post 即刻 follow 你，好多時都係咁嘅。OK，咁點樣寫一個好嘅文案咧？點樣令到更加多人真係會 follow 你，真係精準嘅受眾咧？咁樣，咁我呢個公開咧就係我幫好多唔同人去到教佢哋出 post 嗰陣咧，其實都用同一個公式嘅，就係做基本嘅元素。咁當然咧，成個內容策略啦，有好多種啦，好多每一句點樣寫，我就教我即係付費嘅客戶啦。咁當然呢條片咧，雖然係免費，我都想幫到大家。所以咧，我 high level 咁樣講一啲公式咧，你今日用完之後咧，肯定咧會幫到你嘅廣告成效嘅。OK，有3樣，第一就係咧。文案咧用痛點去開頭，描述受眾日常遇到嘅生活狀況。咩意思咧？就係我俾個例子啊。第一句，同好多人一樣，當初咧都搞個 IG shop 啦，好俾心機影相，嘟落廣告用咗成皮嘢，點知呢個咪咧生活遇到嘅狀況啊？咪就係咧你嘅即係我嘅受眾，即係你啦，你生活遇到嘅狀況，咁咪會覺得好共鳴咯。第一步製造咗個共鳴，一個場景出嚟先。第二步喺個內容加入一啲教育嘅元素，改變你
特定嘅信念。OK，有咩教育咧？就係、我學咗2年全心用學 marketing 啊 B 巴啦之後咧，我發現咧流量並唔係最重要，即係咧好多咧導師都同你講咧要好多流量先有生意。我同你講咧唔係嘅，我要改變呢個信念先。就係咧影靚相同拍 reels 都唔係最重要嘅，就係、好多人會教你咧要拍 reels 做個人 IP 啦。我同你講咧都唔係嘅，個重點係乜嘢啊？重點就係咧將你嘅流量咧變成金錢先係最重要嘅。呢個咧就係我要改變嗰個信念啦。我個文案做到個效果就係咧，其實我教育咗你嘅，我教咗你一啲咧破解咗啲坊間嘅迷思咧，就係咧所有人都教嘅，同你講咧係錯嘅，或者唔一定要咁樣做，咪改變咗你信念咯。咁咪咧好記得好深刻，因為咧好少人講呢個 point 嘅，甚至乎咧香港入邊咧應該得我係教緊呢一樣嘢嘅啫，就係點樣真正轉化嗰啲客戶啦咁樣。咁咧加入一啲咧個人經驗同埋故事啦，令到個內容更加可信，增加幾點嘅。咁你會發現咧，即係除咗我即係講呢啲啦，令到大家好有共鳴嘅嘢之外咧，其實我背景咧一開頭條片就講咗啦。我26歲攞辭，我去咗日本旅居1個月，幾個月其實係講緊。跟住咧，我仲係咧，我以前返銀行嘅。如果你睇過其他片就知啦。跟住咧，我以前返 full time 好有壓力嘅。呢啲咧全部都係我個人經歷嚟嘅，冇人可以抄到嘅。即係今天咧，成個世界得一個阿希嘅啫嘛。就算即係類似嘅經歷可能有咧，但係冇可能 exactly 一樣噶嘛。呢個咪令到你成個內容咧更加多記憶點啊，同埋更加可信啊。因為我講晒俾你聽，成個時間線係點啊，點樣，幾時辭職啊，幾時即係突破月入10萬等等啦，全部咧都可以喺我個 page 度見到嘅。我就係咧不斷喺我嘅內容咧都加入呢幾種嘅痛點啦、教育元素啦，同埋一啲個人嘅故仔啊，令到咧你真係記得我呢一個人咧，記得呢個服務嘅。呢個咧叫做潛意識滲透啊，就我將一啲廣告咧包裝成一啲價值啦，包裝成啲故仔啦，好易入口嘅。你唔會覺得我 sell 緊你，亦都唔會覺得係一啲廣告嚟嘅。但係其實喺背後咧，我每日都8蚊咁 boost 緊唔同嘅 post 嘅，咁你又睇得好開心。我又令到你認識到我，咁咪 win win 咯，咪大家係一個好舒服嘅狀態，就係你喺度接收緊一啲價值，聽緊啲故仔，學到嘢得嚟咧，你亦都咧開始考慮，其實你會知道阿希都係幫到你，咁到你有需要嘅時候，你咪幫襯我咯，好簡單，唔使 hard sell 㗎，成個玩法就係咁樣咯，即係大家 give and take 嘅啫，係啦，你有需要你咪幫襯咯，就係咁簡單嘅啫，咁樣。第4啦，OK，頭先都 cover 咗，即係呢個。兩個啦，一個就係精準量放大器啦，同埋共鳴製造公式。咁嚟緊咧，仲有一個公式可以俾大家參考嘅。咁我 cover 多分析多兩個問題先，就最後講一個咧好重要，亦都係咧即係呢個行業咧冇人教緊嘅嘢嚟嘅，係得我會咁樣去分享嘅啫，咁樣。咁第4個 point 咧就係查詢之後消失咗啦。唔好意思，飲咗啖水，講到有啲口乾。OK。咁咧點解啲人查詢後消失？你有冇試過咧？即係咧好多人 DM 問你嘢啦，即係可能你廣告嘅能力有翻咁上下嗰陣咧，你自然會帶到 DM 嘅，呢個必然嘅，即係好多人會了解你嘅服務咁樣啦，跟住想了解下咁樣，或者咧就喺即係 WhatsApp 嗰度咧問你一兩句之後咧，你答完一輪之後咧，佢唔見咗應嘅，係啦，你就喺度懷疑係咪自己唔識 sell 啊點樣啦？咁其實咧好多時咧，除咗因為你個 DM script 有問題之外咧，咁呢條片唔詳細講。即係成個 flow 應該點樣去覆啊？因為咧其實如果你賣一啲500蚊以下嘅產品咧，係唔需要一個 script 嘅，係你直接同佢講即係幾多錢咁樣。咁如果你個 IG run 得好咧，其實佢會埋單嘅。點解我咁樣講咧？就因為咧好多時啲人 DM 回覆完之後咧，你回覆完之後佢唔買咧，其實因為咧佢未足夠教育咁樣。咁 Google 研究咧就係咧一個顧客咧需要11個 touch point。先決定購買嘅。如果你個 IG 咧淨係得一個圖片一個廣告，然之後落啦，啲人查詢完之後唔買咧，唔該唔好怪啲人白撞，係因為咧你個 IG 咧唔夠資訊 ，OK， 唔夠資訊做唔到銷售嘅效果。今天你去我個 IG 度睇啦，即係呢條片之後你可以睇嘅。其實咧我每一個 post 都咧做足嗰啲內容策略嘅，雖然我 post 唔多啦，每一個嘅內容咧我都有我精心策劃我想做到嘅效果。咁所以咧，好多人今天去查詢服務嗰陣咧，佢真係有興趣合作嘅，咁樣先問嘅。即係好多人咧，一嚟就問我收費幾多啦，即係佢已經知道咧，其實咁有價值嘅服務係一定要俾錢㗎啦，即係唔會就喺度白做咁樣，即係做義工咁樣㗎。咁咧，好多人咧個 IG 反而另一邊廂就係點咧？就係咧佢冇乜內容，即係佢所有嘅內容啦，都淨係 hard sell 嘅，係啦。咁我嘅分別就係我唔 hard sell 嘅，即係我
以教育嘅方式咧，好間接咁話俾你聽你真正需要嘅嘢啦。好多人咧清一色推廣，咁啊賴嘢啦，即係你嗰啲頸鏈啊、嗰啲衫啊，其實佢 click 到入嚟之後咧，佢都唔知，譬如話點樣落單，落單流程係點㗎？即係譬如話咧，你個產地喺邊度啊？即係譬如話你嗰個用料咧同其他競爭對手有咩分別啊？譬如話咧，你條鏈咧應該喺咩場景度用？呢啲全部咧都冇講過，你淨係以為咧一張靚相咧就足以令人購買，咁梗係唔得啦。咁所以咧一個 IG 嘅銷售頁啦，就係咧令到你可以解決晒 DM 唔覆嘅問題。咁另外咧仲有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嘅，即係咧點解啲人 DM 完之後咧，佢最後唔買啊咁樣。咁咧一嚟就係可能你 DM 一覆嗰段嘢太大段啦，1萬字咁樣，咁正常咧都唔想睇嘅，OK？或者咧啲人唔買，你又走去 follow up 啦，又隔咗幾日之後話點啊，諗成點啊，快啲買啦，咁啊好 hard sell 咯咁樣，咁所以咧就唔好做呢啲嘢啦。咁另外咧，如果賣服務嘅話咧，其實咧好多嗰啲即係個人 IP 導師啊或者課程導師啊都教你咧用 ManyChat 去覆。咁其實咧除非你好似我咁多查詢啦，咁我即係比較多查詢嘅情況之後咧，我就用 ManyChat 覆頭幾句啦。咁但係去到某個位咧，其實咧我會話俾你聽，我會個人覆你嘅，即係你要等一陣啦，我會之後 reply 你。點解咧？因為咧，我想建立個關係啊，即係咧其實無論係從一個銷售角度都好啦，或者咧係一個合作關係都好啦。我好多客咧都行得好遠嘅，就因為咧佢問我嘢嗰下咧，我已經 show 到其實我真係關心，我真係想知道我係咪幫到佢，我真係想知道佢背景大概係咩啦。之後咧先去確立一個合作關係，先至去傾一個諮詢環節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做法嚟嘅，就係咧，如果你賣服務講緊5位數、4位數、5位數或以上啦，甚至乎6位數啦，有啲人，咁咧你唔好太自動化晒成個流程，係啦，即係啲人俾6位數你之前咧，其實佢要即係大概同你 warm up 下先嘅，即係你唔好一嚟就話，我個收費係咁樣咁樣幾多萬蚊咁樣，咁你俾錢啦咁樣，咁好明顯係唔 work 嘅，係啦，你中間咧係要即係煲一煲個客，即係同佢建立下啲關係先嘅。咁所以啦，總括嚟講，賣產品咧就係咧，同埋賣服務都好啦。可能個覆嘅方法會有啲唔同啦。產品簡短啲，OK。服務咧就煲幾輪先，即係遊下花園先，唔好直接降個價錢住咁樣。咁但係咧，overall 背後 support 嘅嘢咧，其實就係一個 IG 銷售業啊，就係咧佢同你傾緊嗰陣咧，佢不斷會 stalk 你 IG 睇下你嗰啲案例啊。睇下你嗰個方法同其他人有咩唔同啊咁樣，咁所以咧你必須要有一個 IG 銷售業去 support 呢件事嘅。咁講到邊度啊？係啦，咁所以咧個解決方法咧就係補強你內容嘅策略啦，令到咧啲人查詢之前咧已經咧好了解你嗰個服務嘅產品、服務或者產品嘅價值喺邊度。咁咧去到咧另外一個 point 啊，就係咧點樣去幫到啲人 DM 完之後唔覆啊，或者點樣即係教育到更加好啦咁樣。咁亦都係關個 story 策略事嘅。頭先咪話即係需要11個 touch point 先會幫襯你啦。好多人咧就教你咧出11條 reels 日更啊嘛，即係咁出 reels 係咁。咁但係咧講真，邊度有時間？如果你真正作為一個營運緊生意嘅老闆啊，又或者咧你係一個返緊工嘅人，你想打造副業，唔夠時間去出 reels，講真係冇人會做到日更嘅，除非你即係冇嘢做啦咁樣。咁你好中意拍片，咁冇計啦，咁你咪繼續日更咯。咁但係咧，如果你想聰明啲嘅話咧，其實有個低成本高效率嘅方法，就係唔該你出 story 啊。我成日講啦，拍 reels 5粒鐘，story 5分鐘，呢個係我嘅人生嘅即係座右銘嚟嘅，就係咧講到下一個 point 啦，就係咧啲人話出 story 打 story 觸及率好低喎，可能咧你1000個 followers，你得100個人睇你 story 咁樣啦。咁點樣去客觀咁評價呢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如果你今天得少過30%嘅 followers 睇你 story，譬如話你100個嘅，30個都唔夠睇你 story 咧，就證明你 story 策略有問題啦。通常有2大原因，一咧過分 hard sell，就咧淨係喺度講關於你產品嘅嘢啦，就可能你話咩有優惠啊、促銷啊、減價、名額有限、有新款啊，呢啲咧睇到厭晒㗎啦，即係唔好出咁多啦，即係比例上咧，可能你每10個 story 先有1-2個係關於啲 hard sell 嘅嘢。同埋咧，第二就係咧好多個人 IP 嘅導師都教你啦，就係咧分享一啲吃喝玩樂啊，影下自己小朋友啊，嗶啦啦咁樣，咁樣做咧係會令你溝淡咗品牌形象嘅，係啦，你必須要知道咧。其實你出一個 story 之前嗰個動機係乜嘢啦？你用緊乜嘢策略啦？之後你先出嘅。如果唔係咧，個觀眾咧唔係好清楚你嘅價值。有咩解決方法？就係咧，唔該有一個清晰嘅 story 策略。你要做到咧，增強個信任啦，
增強互動啦、間接教育啦，同埋啟發受眾。你會見到我出嘅 story 啦，我當時咧 cap 呢個圖嗰陣咧，其實都好耐之前㗎啦，係得500個 followers 啫咁樣，但係咧成功觸及到50% 以上嘅人，證明係咩咧？首先呢啲 follower 係真嘅，即係真係精準嘅受眾，即係有興趣去睇嘅。另外就係咧，呢個接近60%嘅觸及率咧，好少見嘅，講真係啦，即係成個行業嚟講咧，都算好高㗎啦呢一樣嘢，係啦，大部分人咧可能10% 左右㗎啦，就嗰陣時得500個左右，捉到300個人，證明係咩？我啲 story 好睇咯，有價值咯，啲人咪會想繼續睇落去咯。咁點樣令到你嘅 story 好睇啊？咁樣咁有一招叫做洗腦式教育，呢個咧又係我自己發明嘅，香港咧都冇人教呢一樣嘢嘅咁樣。咁有4部曲嘅，我稱之為一個 sequence 啦，就係咧其實你可以有4部曲去到先至去 hard sell，即係點樣去做咧咁樣就係啦。sorry 有啲胃氣添，就係你一開頭 sorry 咧製造咧懸念，吸引人睇下一頁咁樣。我會俾啲例子大家睇嘅。係啦，第二咧就係教育啦，解釋下你服務嘅優勢啦。第三咧分享成功案例，增強信心嘅。最後咧先至咧係有一啲 action 叫人做，先至係相對地少少 hard sell 嘅嘢啦，就係 take action 啦。大大增加個 touch point 啦，係啦，連續4個 story 嘅，咁唔係每日要出啦，但係咧因為我已經有晒所有嘅內容策略、所有公式啦，我自己咧係每日都出 story 嘅，係啦。如果你有 follow 咗一排咧，發覺咧。我都出得幾多，因為對我嚟講好簡單嘅，甚至乎可以寫定先嘅咁樣啦。第一步製造懸念啦，係啦，就係咧，我同你講，當所有人咧都話要拍 reels 日更 B 不啦，甚至乎用銷售漏斗呢啲石器時代嘅方式啦，根本咧唔啱中小企用嘅，唔啱咧上班族用嘅，搞副業嘅人都唔啱嘅，因為咧好浪費時間。我話你知真正解決方法，呢個咪個懸念咯。你睇到呢 story one 嗰陣，你咪好想睇埋下一個啊。咁第二個你 click 開咗啦，我俾啲價值你，我同你進行一啲教育，就係咧，只需要8蚊廣告配大生意，你要清楚自己定位啦，你針對受眾寫內容啦，同埋用8蚊廣告唔同嘅角度去說服受眾，一直咁 boost 住啊！呢個就係我公開咗我策略，當然好 high level 啦，有好多好仔細嘅嘢冇可能一頁講晒啦，但係咧好濃縮咁樣咧，俾好多價值你嘅，係啦，每日持續轉化一啲嘅錢翻嚟啦。咁我分享到一個成功案例，即係你聽完呢個機制之後，你話係咪真係得㗎？咁我咧就答埋你個問題啦，就係咧一個40歲媽媽級嘅店主啦，咁咧佢本身連 IG 都唔係好熟嘅，咁佢連寫個 caption 都唔識啦，甚至乎同 reels 同埋圖片嘅 post 有咩分別，佢都唔知嘅。咁但係唔緊要，我教佢做精準內容，用8蚊廣告，第一日內咧成交2位客戶啦，廣告一出街咧個回報咧50倍以上嘅，係啦。咁連去做實體店嘅，實體店都適用啦，任何行業都適用嘅，就證明咗。最後先係 call to action，你見唔見到我頭3個 story 咧鋪排咗啲嘢嘅，就係咧懸念、教育、成功案例，之後咧先至邀請你咧有更進一步嘅，就係咧如果你都想改變啦，就可以預約翻個免費諮詢環節啦。咁你可能都呢排都見過呢個 story 啊，呢個就係咧個例子啊，就係點樣進行一個手腦式教育啦，4部曲，唔該你抄低佢啦，或者咧你真係學咗佢。咁咧令到你嘅 story 咧真正咧係好睇嘅，話俾演算法知咧，你嘅 story 好睇嘛，咁佢咪繼續推俾更加多人咯。點解會有300個人見到我嘅 story 咧？咁樣咁就因為我用咗呢個技巧咯，就因為大家都喺度 hard sell，日日喺度話咩？減價清貨，營運最後5日，買啦，唔買就走寶啦咁樣。喺呢個年代咧，唔可以再咁樣 sell 啦，咁樣太 hard sell 啦。反而咧你好間接咁樣 give and take，即係俾咗一啲價值佢先。跟住有啲懸念先，有啲成功案例先，增強咗信心先，跟住咧先至叫佢 take action。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咧洗腦式教育嘅例子。咁當然咧，我會即係有好多付費嘅客戶咧，都真係學識咗其他嘅角度啦，每日咁樣用唔同嘅角度去到間接咁 sell 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咧，個效果會增強更多。咁但係咧，大部分咧連最基本呢一個咧都冇做到嘅。咁我希望你學咗呢樣嘢先嘅。咁條片未完嘅，係最後有個彩蛋啦，就係咧，如果你都想用 IG 咧打造月入2至5萬蚊嘅副業，即係你覺得咧用 IG 好難嘅，經營好難，你試過好多方法咧都唔 work 啦，你仲未做到咧2至5萬蚊嘅收入嘅話咧，你可以 IG DM info 嘅，咁我有一個指導計劃啦，當然係一個即係合作形式啦，指導陪跑形式啦，咁我客戶咧包括好多嘅，咁啊健身啦、身心靈啦、投資理財啊、美容啊、護膚啊、健康產品、課程導師，咁咧未能進入嘅大量嘅成功案例咧，
可以喺個 IG Story 嗰度嗰個 highlight 嗰度見到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咧真係幫到你啦，真係有啲有價值嘅資訊啦，你真係學到嘢嘅話咧，呢啲咧全部都係我自己做生意真真正正濃縮翻嚟咁多年嘅經驗咧，咁多行業驗證過晒嘅 formula 咧，我都喺呢個 channel 嗰度咧逐步咁樣喺度分享嘅。咁如果你覺得真係幫到你啦，咁你可以 like 一 like 啦，你可以話俾 YouTube 聽，哦，你中意呢條片嘅，咁佢會推俾更加多嘅人睇，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即係受到教育啦，有需要咧學習嘅老闆嘅，係幫到更加多人嘅。你可以訂閱啦，同埋分享俾其他做生意嘅朋友嘅，係啦。咁呢條片咧就係咁多先。